外賣紙盒加1蚊，小食紙盒又加1蚊，外賣紙餐具再加多1蚊，仲未計膠袋添。若果社會有多一個途徑，俾市民買外賣唔需要加1蚊，作為消費者嘅你哋又點睇呢？感謝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，減碳生活聯同多個項目夥伴單位，由2025年1月開始推出重用代替即棄、重用餐具有借有還走數計劃，喺香港4個商場增設外賣可重用餐具餐盒租借服務，位置分別係荃灣荃新天地2期、大角咀奧海城1期、奧海城2期同埋尖沙咀中港城，鼓勵市民可以減少使用一次性即棄包裝。每個商場都設有租借站同埋歸還站，俾市民買外賣之前可以去租借可重用餐盒同埋不鏽鋼餐具套裝。租借過程只會收取按金，冇任何租借費用。當市民完整退還所租借嘅容器之後，按金將會全數退還於市民嘅八達通卡。首次使用嘅用家可以先下載 TODI 應用程式，輸入名稱同電話號碼，成為會員。租借過程好簡單，首先按照屏幕指示選擇需要租借嘅容器、餐盒或者餐具套裝。確定所選取嘅容器之後，掃描會員2維碼，屏幕會帶市民去到繳付按金嘅頁面。租借站提供多項繳付按金嘅方式，包括支付寶、微信支付不等。當成功付款，所選取嘅容器就會從貨架跌進貨道，從出貨口拎取租借物件，就可以即刻拎去買外賣啦。食完外賣想還盒，可以去設有自助歸還站嘅商場還盒。還盒之前，我哋建議市民先清空盒內嘅廚餘同液體，沖一沖洗，再完好歸還借出嘅餐具同餐盒。首先掃描會員2維碼，屏幕將顯示用戶帳號內可歸還嘅數量。第二步，拍八達通開始歸還過程，請確保八達通卡有足夠空間取回按金。第三步，掃描外賣可重用容器上嘅2維碼，前閘門打開之後，將容器投入。成功歸還首個容器之後，市民可重複第3步驟，繼續投入餘下嘅容器。當完成歸還，市民需要再次拍八達通卡，取回按金並結束整個歸還過程。歸還站所收集嘅容器將會由工作人員按時送到專業餐具清洗工場，透過高溫清洗同烘乾，確保碗碟徹底清洗，乾淨無菌。若果想知邊個地方最近自己可以借還餐具餐盒，建議大家下載 TODI 應用程式，就可以從地圖界面知道借還機器實時嘅狀況同埋自己借還嘅記錄啦。慳得1蚊得1蚊之餘，最重要係可以直接減少即棄餐具嘅消耗同使用量。重用代替即棄，大家一齊試下啦！